90年代中期，傳統紙媒競爭激烈，報館、雜誌社為咗搶市場，個個都想揾下一個徐若瑄。嗰陣我哋做一本便利咧，就成日要睇好多日本鹹濕，唔係日本嘅雜誌。雜誌有兩本好 hit 嘅，一本叫 Friday， 一本叫 Flash。每期都係㗎，有幾版咧就鹹濕相，唔係寫真相衰啊。有一日，一本便利美術總監喺日本雜誌 Flash 入面，無意中見到一個台灣女仔，厚厚嘅嘴唇，樣子唔做作。咁嗰陣咧就啱有2版，哇！我哋驚為啲人好靚。佢忍唔住向中意甜相嘅同事作出私心推介。一眾甜相關注組成員圍住張相，其中一個編輯睇到女仔個名。咁我睇，哇！除咗靚，個名仲好獨特。同香港導演就同香港一個影評人都後尾係導演啦，就一模一樣嘅名。我哋又喂有噱頭喎。一個念頭，幾個電話，一本便利，即派2名記者飛去台灣，一於搶先食頭啖湯。第一次見舒淇，素顏着拖鞋嚟受訪。佢嚟到着件白底衫，冇乜化妝，唯一嘅特色個嘴唇真係好厚，就好怕醜下嘅開頭到，因為始終即係第一次被訪問，係從來冇接受訪問。見完之後咧，個男同事係咁打翻嚟，哇！呢個真係要做啊，好靚啊！之後一本便利買咗舒淇啲相，印上雜誌封面，銷量雖然普通，但竟然喺娛樂圈種下一粒小小嘅種子，已經足以改寫舒淇一生。睇咗佢一幅相，我就揾咗佢啦，我覺得好特別，個樣吸引咗我。